各位兄弟平安，今仔日是2020年7月14。咱今日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45篇8节到14节，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1节到第7节，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到24节。咱伫6月26号读经的中间，咱会提到讲圣经中间的石头。当然是有伊正面的意思，也有伊的负面的意思。约书亚24章27节，约书亚甲以色列人入约，就是用石头来做证。约书亚讲看，这石头通做咱的见证，因为听见耶和华所吩咐咱一切的话，假使你背叛恁的上帝，这个石头就会恁来做见证。伫无共时代、无共文化、无共宗教的建筑，拢有无相同。比如讲金葱形的这个建筑，代表东欧东正教的建筑，或者是讲受到回教建筑的影响。这个圆柱顶形的建筑，代表是罗马式的建筑。尖尖悬悬拄天。这是一个哥德式的建筑，伊用这个悬拄天来表达对这个上帝的伟大。四角形的早期的建筑是一个巴西利卡的建筑形式，有厝顶有叶片，四角头是安尼翘悬悬，还有麒麟，还是其他动物的一个建筑。佮用红色做底，基本上是中国式，也是讲佛教、道教的建筑。建筑的材料对早期的竹石木材、木做的，还是水泥，无共款。无共款的建筑形式，无共款的建材，拢有伊无同款的意义甲用处。伫今日的撒迦利亚先知的册内底。甲咱讲到一个观念，就是最后一块石头。伫 NIV 的翻译，伊讲是 capstone，KJV 的翻译是 headstone。伫圣经观点来看，这个石头代表圣殿的完成，因为最后一块石头放起了就完工啊。台湾早期木造的厝的时代，建筑到最后的一个真重要的坎站，就是上梁。厝顶的大梁是上起的，表示这个厝的结构在完成的阶段。撒迦利亚用安尼的最后一块石头的意义来表达上帝救恩的完成，照着上帝的圣神才会通完成，毋是靠着势力，也毋是靠着能力。咱是靠着上帝圣神来完成的，无论是代表厝的稳固基础的厝角石，或者是代表救恩完成的最后一块石头。圣经拢有伊其特别的信仰意义。今仔日撒迦利亚书这本关于圣殿重建的先知书内底。提到上殿的完成，既然以色列人因为离开上帝就被四散到各所在去，佮因为回转向上帝，所以就去用组织来做伙。英语的字来看叫做 scatter and gather。因为亚述帝国打败巴比伦，因为安尼有部分的以色列人会通意外得到通倒转去耶路撒冷的工，因就开始伫遐有备来重建圣殿，叫人称作耶和华少年还是顾念的这个撒迦利亚，对伫拄着重建的困难，圣经的话语是大山包括天气的打扫。土的散车，以及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反对甲污垢，以色列
以色列人摕着这个语言的时阵，撒加利亚伊解说所罗巴伯的所看见的异象。伊讲上帝要伫圣神的带领下面来完成，人民要大声来欢喜，因为因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当因伫受力的中间，还佫拄着真大的困难的中间，以色列人要因为上帝圣神的同在来完成圣殿的建筑。圣殿的建筑代表上帝救恩的完成。亲像耶稣基督也对大家对伊的门徒讲：，恁会当看到这一切是真幸福的。我甲恁讲，有真侪先知甲君王想要看见恁所看见的，却看袂到；想要听见恁所听见的，却听袂到。就亲像昨咱伫读经中间，牧师有提到，我若有机会看到尼尼微城人全城悔改向上帝，有人愿意归向上帝，有人愿意来接受救恩，是讲救恩会通得到完成，我欢喜都拢袂负啊！哪有可能亲像约拿安尼伫遐咧受气？因此，咱需要学习的是将咱的眼光放对的所在，咱会用自信来看上帝的心。当咱的眼光若放对，咱咧看代志、判断代志，或者是讲咱的态度拢会正确，就袂会偏离啦。特别是当阮行去伫美国加州咧面对这个疫情愈来愈严重的时期，咱更较需要用迄个正确的眼光来看、来思想、来归向咱的主来做防疫。上帝的圣神要将最后一块石头来完成，上帝的救恩今日也要临到伫咱，愿上帝赐福咱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7月4号。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诗篇145篇8到14节，撒迦利亚书第10章1到7节，路加福音第10章21到24节。今天是美国的开国纪念日，我们说国庆日，当然跟经文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。不过也借此，我们可以思想，一个国家的建立到完成，到现在这个阶段不是那么容易的有很长的一个过程，跟圣殿的建筑也是一样。我们在6月26号的读经日课里面也提到了圣经当中提到的这个石头，当然这个当中有正面的意义，也有其负面的意思。约书亚书24章27节，约书亚以色列人立约，就是用这个石头为见证。约书亚说：“看啊，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，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一切的话。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，这石头可以向你们做见证。”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宗教的建筑都有不相同的意义。比如说金葱型的建筑代表了东欧或是东正教，其实是受了回教建筑的影响。圆拱顶的建筑代表了罗马式的建筑，尖而高的建筑大概就是哥德式建筑，以高耸入天来表达上帝的伟大。方阵型是早期巴西利卡的建筑形式。用瓦片盖屋顶，四角末端翘高高的，加上有麒麟或其他动物造型，红色的建筑为主，大概就是中国式或是佛教、道教相关的建筑。建材从早期的砌石、木造、水泥不一而等，但不同的建筑形式、不同的建材都有其代表的意义。今天我们在撒迦利亚先知书里提到的最后一块石头 ，NIV 翻译是 capstone，KJV 翻译为是 headstone。我们可能看那个相片。从圣经观点来看，
这个石头代表了圣殿的完成，因为是最后一块石头就竣工了。台湾木造房子的时代，建筑到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上梁，屋顶的大梁一上去，就表示房子的结构进入完成的阶段。撒迦利亚书这样的说最后一块石头，这样的意表上帝救恩的完成。既然以色列人因为离开上帝而被分散到各地，却又因为回转向上帝，就被呼召回来，能够聚集。英文的角度来看，就是 scatter and gather。因为亚述帝国打败了巴比伦，让他们有部分的以色列人得以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的家园，开始了预备重建圣殿的工作。被称为耶和华眷念的撒迦利亚这个名字，先知在遇到以色列人重建的困难的时候，圣经里面用大山来代表困难，表达了天候的干燥啊、土地的贫瘠啦，以及撒玛利亚人的反对与诬告啊。当以色列人提到这样的预言，撒迦利亚他解释所罗巴伯所见的异象，圣殿将要在上帝的圣灵之下带领之下完成，人民要高声欢呼，因为他们要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。还是在被掳的当中，遇到极大的困难的当中，以色列人却要因为上帝圣灵的同在来完成圣殿的建筑，就是上帝救恩的完成。正如耶稣基督也告诉跟随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能够看到这一切是多么的幸福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许多的先知和君王想看你们所看见的，却没有看到；想听你们所听见的，却没有听到。就如同昨天的读经当中牧师提到的，我们若有机会能够看到尼尼微城的全城的人悔改向神，有人愿意归向上帝，就能够完成，我们高兴都来不及了，怎么可能跟约拿一样在那边生气呢？因此我们要学习将我们的眼光放对，我们要学习定睛在上帝的灵。当我们的眼光放对了，看事情、判断事情，我们的态度都会正确，就不会有偏离。特别现今我们住在美国特别是在加州居住，我们要面对疫情趋于严重的时期，我们更需要用正确的眼光来看、来思想、来归向上帝，来做防疫。上帝的圣灵一定会把最后一块石头完成。愿上帝的救恩今日也临到我们，愿上帝赐福我们。